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虾米来谈这个台湾漫游录？其实台湾漫游录的故事本身应该算结束啊啦。就是伫咧模拟1938年，一个日本人按日本本土来到台湾。故事尾声嘛是属于小说的一部分。因为原底作品就是敢若有迄个啥故事的本体。头尾有当中是啥物推荐啦，还是尾声讲迄个跋吼，啊，毋过即个部分，伫其他的作品内底，可能含故事本身较无直接的牵连，啊，毋过尾啊，咱甲想看卖啊，有当阵啊，上头前的推荐书，甲上后壁遐个，或者啥物跋吼，因咧中文来讲的吼，什么前言后拔，什么我哥的迄，嘛真做故事的一部分啊，所以，咱嘛来读看卖啊，因为我就讲嘛，中文写物件来甲读做台语文，这是一种挑战。过来就是讲，时到伊即个台湾漫游录，我毋知伊正做戏出的时阵，伊安怎来呈现上头前的迄个无存在的人所写的推荐书，甲后壁的遐个跋，吼，这可能就是考验。编辑，故事的编辑者要安怎去甲伊呈现安尼？好，还得读落去。上后壁大概4篇，可能8页啦，我嘛毋知到到底未来即点外钟读完，读袂完，读袂完，准拄煞啊，搁咧找角色还是啥物货？昭和45年，昭和45年是1970年啦，所以伊即篇伊是改写做。我和千和的台湾漫游录后记，伊甲伊做注解讲，囝或者昭和45年1970年清，台湾漫游录是伫咧1954年出版绝版了后，伫咧1970年就改名做我和千和的台湾漫游录再版来发行，而且由即个青山千鹤子的拥女青山勇子。金宝后记，母亲的回忆，主要就是这篇。啊，这其实自头到尾拢是魏祥子的作品就对啦，青山勇子、青山千鹤子的养女艺术家。阮阿母的心肝底一直有一座岛树，真细汉时阵，我就知影一件代志。啊，到底是几岁的时阵呢？年岁偌岁？好啦，到底是偌细汉的时阵呢？时阵我当去读册无偌久。阮阿母夜笔伫咧写台湾漫游录，也就是伫迄段时间，7、8岁的我放学转去到厝里的苏永仁，而且帮佣啦，我讲帮佣，咱敢无啥物台语的讲法？帮佣。请来倒骹手，所以当然就是就这种讲法嘛，看你要采取倒一种讲法。请来倒骹手的春乃大进，会请我捧点心去阮阿母的册房，约克萨，请甲恁阿母。约克萨，请甲阿母讲我今仔日伫学校快乐的生活啦。入去阿母的册房以后，煞应用是阿母对我讲起倒数旅游徛伫生活的过去的故事。我和阿母做伙食真侪点心，算袂清的甜胖。他们嘞，袂记咧放迄个网架，放是网架，直接当落天哦。蛤仔饼，爱台语有人讲迄个蛤仔饼，生做那蛤仔呢，中华碰碰边啊，
两边边啊，四周会较扁啊呢。好啦，蛤蟆饼啊，佫有啥物讲法？东螺烧、蛤蟆饼、东螺圈，吼，那东安尼，生叫东螺，所以甲号做东螺。算袂清的甜香、东螺圈、豆豆腐，迄敢若是内底包一粒一只个草莓，吼，满钱啊，葡萄干，伊的葡萄干佫有迄个饼，即甲迄个樱桃迄嘛，敢若共款吧。水果加两个甲卡斯蒂拉，伊卡斯蒂拉敢若是福库奥卡遐的特产嘛，啊毋过定义鸡卵糕的定义有鸡卵糕的定义嘛，啊毋过卡斯蒂拉甲鸡卵糕敢若佫无相款，甚至台湾佫家翻译做啥物蜂蜜蛋糕，内底完全无蜂蜜啦，啊结果翻译就是有当即种翻译的部分是因为迄所在无迄个物件。无法度只好互一个现看就看会出迄种安尼吼，卡斯蒂拉大概是安尼。囡仔时代的点心时间，我也同时间进伫咧阿母伫倒厝的旧梦，只要迄天的点心是花仁糖，阿母就一定讲一句话：台湾的寸枣台湾的寸枣比日本的花仁糖好食侪啊！我伫迄个时阵就知影。阿母的心肝底有一粒倒数。星期日高年级的某一天，阿母问我敢有想要读一粒伊的小说，迄就是台湾万有录的小说的手稿。伫咧唱册真多的青山家庭长大成人，我有嘛是真爱读册的文学少女，连续几落工伫咧手写稿内底读，一直读到故事的尾声。我目屎四暗水咧，甲阿母怨叹：这敢真实的故事啊，实在是太使人悲伤啊！了准阿母会笑咧伊，讲一寡定定挂伫咧喙边的讲啊，小说是小说啦。啊那安尼，我就会使来讲，请互故事一个圆满的结局。煞想袂到。阿母私当下随赞声，是同意嘛？吼啊，进前伊就查过，因为我就讲无共迄个啥，无共的语文，无共的语言，伊迄个语境也无相款安尼，所以负荷即个词一条啊，真歹去敲吹。负荷应该是同意还是什么会吧？负荷 agree without conviction, repeat what others say。影响对白啦，一个讲法是安尼啦。大话到位，对喙尾，影响对白。到位，大位，接孙卡，晚运。想袂到阿母私当下随倒话讲是啊，实在是互人悲伤的往事啊。阿母的笑面看起来真哀愁，我煞毋知要安怎，最后竟然挡袂牢，就大声哭起来。迄一天，阿母真罕你陪我咧困。伫眠床顶，我问阿母讲：咸鸡卵糕食完了，阿母敢有去找阿千？阿母讲：有啊，有去找伊啊。我就讲：为怎样小说无写迄段咧？
阿母无随甲印，但是尾啊阿母就继续写台湾网友录的第12章。迄个时阵敢若10岁的我，并无了解阿母，嘛无了解文学。真侪年以后，我才真正贴到阿母伫台湾书写的台湾网友录游记几落篇，会当比对游记和小说本身呈现的优美的心安尼的疑问，就敢若我嘛无甲阮阿母提起问，讲为怎样即个小说无序文和后记？因为我想要知影答案。阿母想要讲的话，伫咧小说内底拢讲完啊。昭和29年，也就是1954年，小说《台湾语录》出版了。出册以后，阿母四界拜托人将小说送去到台湾某一个所在，因为袂当达成愿望，就逐年拜托人去寄，一直到我去读第几大学，台湾马语录剩的库存去互做大水引起，就正式宣告绝版啦。阿母的愿望才转安尼停卡，就准讲是囡仔时代的我，也约会着阿母望会当将小说送去到阿千的手里。昭和43年，1968年，阿母得着二级，即个真正是，伊迄个1968年，你讲戏病敢无有伊？伊伫咧读迄个啥，龙刀山的时，戏罗还是戏相关的病的时阵，真正，知识无遐饱，啊，药物嘛无遐多，所以来讲，戏罗戏病迄种病菌引起的嘛无好治疗。即摆已经拢到病毒性的较歹治疗啊。那毋是病毒性的。可比讲霾菌的迄种诶，可能就相对较无遐歹处理安尼。恶疾哦，安尼变成恶疾诶，恶疾。我伫因阿母啊，听起来看起来就是得着歹症，歹物啊，嘛是会使。就是因阿母啊，伫咧1968年得着气到即种歹物啊，也是恶疾，伊要讲恶疾啊。天哪来啊！罔听，故事已经尾声，故事的本身已经煞啦，后壁开始要讲遐个含故事本身无直接牵连的，毋过原来嘛算叫做啥？小说的一部分就对了，歹镜头。所以昭和43年1968年，阮阿母得着戏病的即种歹镜头，伫病房内底，我就问阿母讲，敢有要去温泉旅游？阿母就摇头讲免。啊，那安尼将台湾网友录改名再版，才互永驻送去到台湾啦。迄一年我26岁，和战争进前伫咧台湾旅游徛起的阿母同款岁数。小说再版进前，我家己有走一撮日本，我无通去找阿母较早的朋友，连阿母上细描述的鸡人双龙瀑布嘛找无影。刚好一条代志，我有食着寸枣，寸枣确实是含花仁糖真相像，但是在我食来，并无阿母所讲的迄种遐好的滋味，互阿母感觉到遮尔好的滋味的寸枣，反正是经过青春的记忆长久以来所积的滋味。寸枣的滋味，确实证明我心肝底的一种假设。阿母伫咧写台湾网友录，反正是敢若为着阿千一个人。昭和45年，也就是1970年正月，阿母过身去。遵照伊的遗愿，再版发行阿母思思念念的小说，望会当用小说的形式，互青山小姐和阿珍重新伫咧迄座美丽之岛，会当相见面，行做这后记。昭和45年5月，伫咧熊本岛的青山厝梯，青山洋子，这嫁甲真成安尼，就是
这拢是小说的一部分就对了。民国79年是1990年，一个日本女作家的台湾版游录翻译者大伯咧讲，我和千和的台湾版游录是由这个王千和的大汉查某囝吴正美用册名一位日本女作家的台湾版游录，伫咧1990年少量的消息。从前后的第2年以后，阿母每一年拢拜托人去到台湾找王千和女士的消息。阮国好佳在有达成这个愿望，今仔日就圆满阿母的遗愿。杨子小姐的英语真流利，用字用词啊拢真优雅，真得体，优雅得体，这种，我就讲，教育他们是短点、大班、大班。伊当然一直到呾就是尤强志伫创作的时阵，拢会安怎讲？一个致敬杨千和女士安尼，刀骚哦，拄好。刀骚这个词捌听过，太侪这种古早词。要毋过伊敢就做拢用不得体这个词安尼。袂识人类，新一个款，袂识人类，所以用字用词拢真优雅，阁袂识人类，豪侠般的性格，豪侠，真正大气，还是安怎讲？所以有武侠安尼，豪侠，直接读豪侠。落，大劫客，应该是海派吧？我老先来讲海派。海派性格含伊人小姐留咧过暝，杨子兼阿萨里就带落来2礼拜。逐工为我煮早顿，在你看来，阮阿母在恁看来，阮阿母也是啥物款的人？迄2礼拜的早顿的桌顶，我骨落甲伊重新回想起昭和年间的台湾。青山千鹤子女士是啥物款的人？我对杨子小姐讲。青山千鹤子女士就是小说内底青山小姐迄一样的人。阮伫咧中华八卦山旅行，去洗中华温泉，我袂记。伫咧路边呾啉地骨露，迄个地骨露敢若是应该是一种草仔地款吧。毋过迄阵无注意到小说内底敢有即个物件。伊当然一寡迄个啥路用地骨皮做诶，摕来兄弟摕来创啥呢啊？地骨皮啊，地骨路是地骨皮，所以地骨皮是一种食物。所以我看看，我毋知影地骨皮是啥物食物。伊后壁解释伫小说内底是安尼写，所以杨强志就讲伊咧写这个小说的时阵，有Google 找着，中医内底汉语有咧利用的。青山小姐安尼讲大声，性是味甘微微啊寒，归气肝神经。主要的功效是凉血、清气、降火，用来治疗阴脾发热、嗔肝、气热加燥、血热出血等等的症头，是传统青草茶原料之一。
心肝底咧甲骂，因为即马这是啥？王千涛写的吼，这是1990年写的呢。啊，因迄个小说内底就讲，迄个1970年过用去，1990年才，毋过是养女啊，阿母的风格，所以有当初啊，即种家庭成员的迄种相像，无一定是微传性，无一定是微传啦，当初就是迄种公家公大，你就总完全无迄缘嘛，会有一寡个性做代志的方法啥，会哪来哪相像安尼啊，所以杨子小姐听甲咱巴肚，笑甲弯腰，真正有那因阿母的迄种风格。一直到呾，我无拍算要去解说青山千鹤树女士所记录的台湾漫游录，含我所记伫的过去往事，伫咧什么所在有登达，用2年的时间过去的小可代志，成做青山千鹤树女士的长篇小说的简单回忆。昭和13年，就是1938年，新正年头，这毋是新正年头。昭和13年，1938年的年尾啊，一个寒流，青山小姐地伫风寒，那卡说去，伫迄个讲啥？什么背着风寒嘛是啥物迄？我著甲迄当工预定的行程拢甲杂志，药啊杂咧，去到柳川边的小，讲我中江汤，你嘛是种汉药嘛，只是。芍药，这我毋知什么货，当归川芎，所以伊即个是，逐部是拢会使看到、找到，无遐尼简单啊，无像迄有当阵啊，就是汉，你就会使去夹啊，夹出来了就听好迄个啥，听好处理啊，只是现目前为止，迄种互做啥避远，这种汤我较想要食面线，实在是无青山小姐违法啊，我着。应伊要求去厨房，用3个面线配青鸡卵含淮山。迄个淮山会甲伊创作敢若迄个啥，伊是讲啥？什物泥嘛？啊，毋过对台语来讲，迄应该是属于，迄要安怎讲？什物泥应该是一种糊安尼。我甲伊留一下记录者地骨录，敢会使讲地骨录？地骨录，毋捌啖过，你会感觉刺鼻，是遐口味者呢？我的网络是无去。所以中将汤面线，我真正是我的网络还是电脑，我无确定的。看起来就是敢若各位我插我。地骨录，算一个记号，然后迄个中将汤。我会记应该是淮山啦，当然即马淮山落磨变得糊安尼，所以土淮山起雾，因为即种物件叫做啥？敢嘛算粉浆类啊？敢会使算粉浆类？因为黏性无相款嘛，
所以日本的迄种甲伊浸做安尼，敢若落光糜，敢会使讲糜，还是安尼一碗一碗嘛，毋是一碗一碗。多罗罗，好，不管反正就是配青鸡卵和淮山糜，哦，迄个山药面应该安讲。青山小姐就总讲一个破面当中，胃口运啊真好，一困就甲一碗面线吞落去，几喙就甲一碗面线吞落去啊。淮山内底有放白肉鱼做伙磨，迄滋味会搁较好。这是对家注文的意思咯。我就拼命伫咧钵内底淮山鱼肉高汤伫咧煎斗，寒流天会流汗，就甲青山小姐捧第二碗青鸡卵淮山泥面线，实在是太好食啊！安尼后一碗我想要食烧的本岛味的面线，头前这拢有其他迄种的安尼。第一碗是青鸡卵含淮山，第二碗是含一寡迄个鱼肉，第三碗伊拉讲要食本岛味的安尼。第三碗就用扁鱼、虾米、猪骨、老鹅汤、烧烫烫的，卡一粒两花面线，就卡一粒软落去嘛，搅搅的。结果甲面线吞掉的青山小姐讲：吼，有够少年故乡的滋味，真正是九州那较早起的故乡的滋味，到底是啥物滋味？我是毋知影。就罔甲努力炒鱼甜味的豆油汤的面线捧起来，十片咧伤严重啊！实在是食袂出来即种，遮尔十片就够地，就无法度分别迄种气味到底是啥物精差呢？看卖是纤细哦，幼肉。当然，伫咧形容的时阵，就是看你的手路吧。你是用迄个米素去处理去，无啊袂。第三碗是用扁鱼、虾米、香啊，但无这毋是啊，这是具体。即摆要讲的是迄个气味的部分，疗效，这是上具体的物件。说具体。三天的嘛，这种具体嘛，又闷闷，这种具体。找无一个较适当的事，看到伊个汤去熬就到地，有真够的气味的款。所以第五碗就掺够的红米色的猪肉面线，以及我大煮大意对加的第六碗蓝米酒和猪油的麻油打叉米粉打叉面线。我都做到即种地步啦，莫讲照你讲应该食甲胀巴肚，我心肝底咧想，青山小姐应该感觉到，想叫人，我想青山小姐应该感觉到，实在伤歹命，疲于奔命。你食6碗，只是迄碗毋知偌大碗，敢会含迄个最近迄个日本一个大壁虎大胃王的大壁虎，疲于奔命。疲于奔命。
伤过互人招总，还是安怎？总甲忝甲，我咧想青山小姐应该感觉讲，互人总到忝甲吧。青山小姐食完，规个面是满足甲，总是感觉规身躯发热。最后我想要食冰凉的素面，实在是甘拜下风，甘拜下风，甘拜下风。甘拜下风。敬佩，对吧？甘拜下风，敬佩。还有什么？Willing take an inferior position。还有什么讲法？甘拜下风。甘愿认输，实在是甘愿认输啦。想要请倒骹手的一间店铺的边角来做较卫生，心肝底又搁烦恼其他的人无够细致，终其尾还是家己亲身走去到新布丁市场买冰，转来到小屋，鸡仔年切了幼幼，含角豆诚做佐料，含冰凉的面线做伙上桌。明明是寒流来的寒天，饭桌顶煞袂输那热天。青山小姐连剥也无剥，就把面线吞落去，大喙食完了，把碗碟放下，也显出许多时阵食甲落痛的迄种囡仔的笑面。阿千啊，不如和我结婚，成做我的新娘啊！和青山小姐做青山小姐的新娘啊，有啥物好处啊？阿千啊，不如和我结婚，成做我的新娘啊！迄个时阵就咧讲，即马就无简单啊，何讲是迄个时阵啊？同甘共苦，贫富相随。有啥物好食的？我拢会分阿千一半，这敢嘛算好处？就准讲敢若剩一碗饭，毋对，就准讲剩半碗饭，我嘛会和阿千将一半。若是敢若剩一粒米，安尼迄粒米顶悬的7位生命大人，就分互阿千4个生命大人，真正是戆瘾头，真正是瘾头。我讲的毋是青山小姐，我是咧讲我。在迄当下，我感觉若是愿意目睭刻着对，着甲即个人结婚，凡事会当得到幸福。即段往事也曾经伫咧饭桌顶分享互约克桑，约克桑就笑笑的讲：千和女士果然也有真介意阮阿母，敢安尼？凡事流传小学的面线，不知不觉也已经是30多年前的代志啊。时间咧过真紧，目一个年啊，而且引用古早字词啊，回光遐杯讲，劝你一杯酒啦，也无怪想要吟唱即首诗啦。为父伫咧后半世人做伙啉酒，明日若有机缘伫咧天堂相逢，我才来青山小姐举杯邀请啦，举杯。其实举杯有当那是应该招啉酒吧，啉酒大家有哪来啊？我毋知你有听到我迄个啥？台湾慢游录最后即个嘛，真做小说的一部分。我就讲时到因伫
伫咧戏剧的时阵，我毋知伊要安怎停歇安尼。反正就是我是咧教迄个中文读做台语安尼，所以这篇是王千和所写的，吼。伫咧1977年7月翻译完了后，寄伫咧奥斯汀。伊这一直自头到尾拢伫咧致敬杨千和，因为杨千和小说出版了后，伊的祖囝1966年就去到美国，一直到杨千和的祖囝林志美教授，应该80几岁啊。1966年敢是差不多大学毕业，就去美国读册，然后留伫遐结婚生囡仔。所以，台湾漫游这个小说是2019年出版。啊，伊嘛知影1990年代杨千和和祖囝林志美教授接受台湾这边的媒体访问的时阵，敢是日本迄边访问，有一个什么人生的三棱镜，迄个人生的三棱镜，我嘛是用日文所写，所以对台湾人来讲，悲哀是煞拢一定要用其他语言文字去讲台湾人的故事，所以杨湘子可能想要用这种方式去，我唔知。好来，跟两篇。民国79年1990年，一位日本女作家的台湾漫游录编者大伯个人的约定，旧朋友还是旧识。伊则讲啥？1990年中文译本，一位日本女作家的台湾漫游录收录大伯2篇，这是第2篇。对只迄个王千和，伊这拢是虚拟的就对啦。另外这篇是吴正美。王千和的祖囝是学者，所以这就是王千和是伫咧模拟杨千和，吴正美是咧模仿林志美，所以一直咧致敬杨千和女士以及伊的囡仔是谁啊？一位日本女作家的台湾版游录小说中文版摕去印，经过真侪曲折曲折反正就是我讲教字读是一种读法，但毋过一种的就是解说嘛，解说就是弯弯翘翘，还是什么三坡四折哟，曲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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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折翘。以挖，凹来凹去哦。以挖的代志，弯翘，山路弯弯翘翘。复杂，弯翘，代志以挖，弯弯挖，反正就是袂顺就对啦。较正摕来用中文讲的是一波三折安尼。这本册头先是台湾漫游录这个名，1954年是库马茂多的彭文堂发行，1970年由小说家青山千鹤子的千金，也就是现代艺术家青山洋子自行排版装塔双衬，这是衬我唔知影，就是头前拄则讲嘛，就是家己提钱出来印的就对啦，自费出版的意思。所以自费出版，这是帖啊，什么货我唔知影，中文学无解好啊。装针装铁，我唔知，无这事，台语无安尼对应的事，咱来顾一集。正。100，所以，对啦，当作印者。
家己排版另外用了，就改名做我和千和的台湾马游录再版发行。1975年，青山洋子小姐总算讲联络到我伫咧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较文学系的研究室，才开始中文翻译版工作的机会。这一部战前日本女作家伫咧殖民地台湾徛起的小说，用学者的立场，毋若是求之不得的珍贵作品。以私人身份来讲，小说主角之一是亲生的老母，我个人自然就歹评论，也无意思要对这本作品来探讨和分析。1987年的热天，蒋经国政府宣布解除戒严。迄个热血血的某一个下晡，阮阿母按奥斯汀的徛家敲电话来到我的研究室，表达希望我和千和的台湾漫游录翻译做中文版，而且伫咧台湾出版。迄个时阵，阮阿母也已經70歲啊。长篇小说的翻译工程也真大，恐惊伊身体袂堪得，就敲电话互我，想来是要央托我来协助。也毋过我迄个时阵是伫咧做比较文学系的教授，伫咧工作了，我实在是无时间通我兼顾一部长篇小说的中文翻译。我就问阿母讲，为怎又是翻译做中文？又搁为安怎是台湾？阮阿母也就讲，这是我和旧朋友的约束。敢若安尼，我也无第二句话通讲，因为阿母毋但是我的阿母。母亲伫社会功能以外，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少年时代，我因为囡仔时的欢喜、叛逆情怀，中文。当然，直接去解说是，当然也是愈讲愈挑工安尼。也毋过叛逆情怀，有这种讲法，书是无来拆开。翻倍嘛，毋是翻倍，迄毋是翻倍啊。一个较粗一下，当然照你读半日，也是热笑的，加难关迄种的呢。长5日加关，所以可能会使讲青春期的加关、反抗期、半日期。半日期。毋听话，反叛背逆，加关，因为少年时代的背怪情绪，选择离开奥斯汀，父母徛家的Wisconsin 大学 Madison 校区来读册。1959年读大学2年的长假期，某一天下晡，阿母雄雄现身伫我的宿舍楼骹。我真戆影伫咧问讲，阿母你哪会？我是开车来，我搁较着惊。奥斯汀的徛家距离 Madison 校区的宿舍上无嘛是400公里。下早食饭饱就出发，中昼伫咧 Mississippi 岸边食sandwich咖啡，想袂到遐尼远。食sandwich咖啡嘛无想象中遐尼远，不入过也是坐甲尻川被疼溜溜。穿啊真正式的套装，伫美丽的帽仔，家己一个人开驶车400公里。阿母迄个时阵43岁，19岁的我头一摆感受到
母亲毋是敢若是母亲尔。第二届体验是更加强烈的深刻感受，就是1975年读到日文小说，我和千号的台湾漫游录，平初时的阿母就拢照日本传统教育底下的淑女作风，日常的食、穿、住、行拢简单，但是讲究。阿母叫老爸安那达，永远是笑面，将来也捌拒绝老爸任何要求。少年的我就对郑小弟讲，阿母叫阿爸安那达，毋是 darling， 也是 boss。伊用乡音和应起来，毋过中文是讲不是老公，而是老板。啊？对小弟讲，妈妈叫爸爸安那达，不是老公，而是老板吧？那敢看不消。日本时代叫安那达，毋是叫翁，嘛毋是叫老板、头家、头的。因为台语人有当阵会是一寡妇女人，伊会叫伊翁叫头的，阮头安那安那，也是阮翁安那安那，毋知。也毋过咧，阿千和我的阿母根本是完全无相款的人，心肝体受到真大的打击。我读完了，毋知要安怎和阿母谈落去部小说。阿母问起，我就丢丢讲，青山女士送的日本衫，毋是讲要留的，敢毋是讲要留的互我？规年烫天拢无咧注重外表的我，其实也无要意日本衫的下落。迄个时阵，阿母听完，煞温柔啊对我微微啊笑讲是的，因为战后物资困难，迄日本衫去互安那达卖掉去。我就讲，安那达毋是过得袂歹，敢有需要甲日本衫卖掉？阿母就笑笑啊讲，嘿啊，为怎样是一定要卖掉不可呢？我煞雄雄忽然明白。阿母对阿爸为怎样是安尼一世人拢相敬如宾啊！阮阿母王千和小姐有真强烈的性格，袂输那冰山的意志，煞自头到尾拢将感情暗藏伫咧优美的笑容下底。应该是爱讲转去到1987年啊。随便讲心内一个真恐惧要承接这个翻译的工程，我游玩去到 Austin 和阿母见面，结果阿母呈现伫咧我面头前的是早就伫1977年的翻译煞的手稿。阿母翻译手稿所写迄篇大跋，也证明了我对阮老母真实一面的理解并无错误。我就对阮老母讲，按美国联合台湾的出版社一定爱开淡薄仔时间，安尼敢也无要紧。阿母就讲，时间是无所谓，较紧的是爱真做真的。迄一年，拄好是我的高查某囝 Joe 高中毕业，阮就决定祖孙仔3个人做伙转去到日本，转去到台湾，伫咧台中旧厝迄间日本建筑的别庄，度过剩落来的热天时间。阿母真介意迄条烟狗啊，总是伫遐纳凉。8月下旬的某一天，才会使进前 ，Joy 就用台语读报纸互阿母听。读完头版了后，显过。阿母雄雄对 Joy 讲一段真长的话，最好煞硬伫遐。因为阿母所讲的是日语 ，Joy 毋捌日语，就甲报纸囥伫咧阿母的骹头来厨房找我。我行过伊去看，阿母已经真轻松，放松地靠在躺椅。阿母已经规个真凉细，摕伫咧梯椅，面带笑容困去。敢是时差无调整，怎啊感觉疲劳？迄个时阵我是安尼想。阿母迄种真轻松的表情，看起来是真幸福的模样。也毋过，
阿母就无阁再铁开目睭。伫咧故乡怎安尼过身去，阿母就从此踏上生命的另外一条旅程啊。一位日本女作家的台湾漫游录小说中文版去因的弯弯口巧的路程，总算讲行来到1990年的今仔日。中文一过3年找无到出版社通出版，我就和青山洋子小姐讨论了后，由我来重新编辑、自费来印刷出版。这也就是各位中文读者会当所看到的一位日本女作家的台湾漫游录。考虑到台湾当前的社会气氛，中文版一位日本女作家的台湾漫游录有进行一部分内容的删除减少，册名也做更动，敢若会当讲是日文版的《我和千和的台湾漫游录》节录版，是我做袂到，是我想要做袂到的遗憾啦。实在是真期待未来时局若有变化，总有一天会当互这本册完整来面世。凡是迄一天，也有另外一面研究者愿意阁重新捡起这本小说，来讲这部小说特殊的所在。我满心期望，就此来停笔。1990年8月写伫咧台中市，所以反正这个小说自头到尾拢是无真实的存在。虽讲伊用白纸黑字写伫遐咧看，互咱看，要毋过这一切拢是杨湘子因伫咧起做的，所以最后这篇伊就用杨湘子的名。杨湘子是因两姊妹共同的笔名嘛。当然两姊妹小妹就已经先下课去嘛吼，所以杨湘子就咧讲用这种方式，互因小妹会努力继续留伫咧人世间里。最后一篇新版一只大博好评，台湾漫游录中文新译版的文字，一定要按2014年开始讲起。我和双生姐姐伫咧迄当年的年底，第一站旅行北九州，做伙去到福库奥卡文殊库马莫多游步园，伊迄个游步园即个地号名，伊一直拢有敢若无共的读音写法。目前中文写汤布院，嘛有写游步院，伊迄是一个算啥？日文卡那写法的汉字化的真差。其中伫咧文殊港边的旧三井俱乐部，我就参观内部林富美子纪念资料室。资料室展示林富美子和真侪作家往来的批信真正，可比讲结有信子、川端康成等等日本出名作家拢有伫咧遐。阮阿姊无按日语，参观的时阵，我就一个简单口译互伊听，一直到看到落款青山千鹤子的光批，我才大声喊出讲：有人写一本台湾漫游录呢！阿姊也就探头来看，惊一跳，讲青山千鹤子是啥啊？为怎伊毋捌听过？好咧加载，真无聊资料室，就敢若我和阿姊两个人伫遐。光批内容翻译了，大约是安尼先。早前和你讲起战前的台湾旅行，实在是互人真少年啊！最近新册《台湾漫游录》出版，无偌久就会寄去府上。青山千鹤子7月11日解说牌就写讲，昭和29年7月11日寄。迄个当下，2014年的12月。我和阿姊为着要书写日本时代的历史小说，拄伫咧深深思考，拄跋入去考古文献的修路场，看到安尼的光批，心肝底是又搁惊又搁欢喜。转来了后，就继续进行文献的调查，
也同款注意到青山千鹤子和台湾麻油绿的卡价，蛛丝马迹哦，伊应该就是一点点啊迄种叫做啥婚嫁吧，蛛丝马迹。蛛丝马迹，一定要刷，剩差不多2页。小说的故事，伊就开始讲为啥，甲因为啥要写这个故事，提出来讲看，开始安尼吧。偏目芳，偏芳，小蛇，台湾线顶顺的，蛛丝马迹，蛛丝马迹。张龙教授受这个事。最近敢若捌查到，只是这种人事真正就是无够认真的找一点线索。也同款注意青山千鹤子和台湾麻油绿的联合线索。尾啊，真意外，伫咧网络顶悬找到一寡中文译本断简残编，这是毋是真完整的作品的看法，是不是？断简残编，无，我伫就是我咧摇啦吼，一寡中文译本，互人深深感觉讲影是迄个刊载中文译本的网页上尾，有留真底的注记讲，部分的书稿典藏伫咧台湾文学馆。根据这条线索，2015年2月，我就主动联系台湾文学馆的典藏服务组特殊研究课，过程实在是过程细节繁琐，在此省略。过程实在是太复杂、太幼路，就暂且按下。总讲一句，我得到某一位行政专员打电话来说明，台湾文学馆馆藏名单内底无这条资料，但是有一位日本籍的研究员讲有完整的书稿，表明你有兴趣，会当和伊联系。后来我联络到的研究员就是新日蔡娥子，这就是上头前迄个写推荐书的，这当然是自头到尾拢是假啦吼。结果讲迄个这个汉字的日语发音有其他的谐音啦，什么新日三音啊古啊，什么货，就是讲有其他无共款的迄个啥，意义就对啊，就敢若伫咧上头前用到一寡人名，人就讲迄人名根本就是迄个啥，口头信语吼，迄个什么，迄个日本戏出内底的名嘛，拢是，就讲你若对日本的小说、日本的戏出算，敢若拢无人发现，无人随发现啦，或者是有人就感觉共骗还是安怎嘛？尾啊。第4刷了后，才伫咧上头前写讲，这本册按第一页到上尾一页拢是小说的设计啊。所以迄个新日蔡娥子迄个日本汉字日本音读出来是有其他的谐音就对啊。等于单人自头到尾拢有咧用谐音字咧表示安尼啊。所以你讲伊联络这个研究员透过电子批的形式，我就按新日小姐遐得到。1970年日文版，我和千鹤的台湾漫游录，以及1990年中文版，一位日本女作家的台湾漫游录两部书稿的电子扫描档。中文版新译版的工程就此开始，伫咧2015年6月19日。不过，我这个破病的身躯是袂堪得用啊！逐工真注神，趴伫咧桌仔顶工作了。就还阁开2倍的时间，摕咧面床顶。进度是牛步到这部长篇小说的翻译稿，必须着爱4年才会当完成。若准讲有期待这本册的读者诸君，这段时间就感谢你多多包涵啦。
道准讲拖着即个破病身躯，由完真拼死，伫咧完成这部作品。这个目的到底是啥呢？青山前策组的小说是1954年出版，青山洋子的后记是1970年写出，王千和头解翻译的版本和台版是1977年，吴正美编者的台版是1990年，一直到2020年新一版的再问世。我和四位前辈的目的到底是啥？我认为，按1954年到2020年，这本册自头到尾拢是因为自身对生命、脚只的感触、期盼，会当完整来补照这段台湾岛史上历史命运下无法度讲会透的真实的经历。为怎样青山千鹤子毋是结合苏东年的台湾游记，是用小说的形式来定写呢？搁再讲游记历史，敢毋是更加真实的？而且文学小说，敢毋是相对的虚构呢？虚构哦，这个虚构，当初就讲因为中文讲甲艺术，敢若足厉害，足安怎？抑毋过。迄就敢若目前为止使用中文的时阵，真自大，真啊袂使讲共歌5万啦，就是所有一切拢翻译做汉字嘛，才是正版啦。只要毋是汉字，拢爱甲翻译做汉字安尼。所以即个物件，使用一个语文，你就会接受迄个语文的影响嘛。所以我就讲，这嘛是为怎样。咱需要学第二种甚至第三种语言，就是莫去学高一种语言影响你的想象力嘛。所以即马遮就是咧讲虚构，中华艺术跟真假。掠做掠出来，胖股掠的股，所以胖股、虚股，甲假报佫无相款。假报是讲去模仿假名，所以照理他当然是虚构。小说编的，假。想的想象物，乌白想的无影无热的代志，想出来的代志。所以小说文学敢是相对虚构。我无拍算要用论文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暂且就用我用抒情咯，抒情应该是什么感性哟？因为论述就是照你讲抒情就是用情感上来讲这个代志。吐真丝哦，吐真丝，一定要谈的是吐真丝。吐真丝、输真丝，头前拢是吐，那毋过到台湾山顶艺术顶，那变输真丝。听闻教学。表达感情，所以就是讲出来头开的。安尼暂且用表达感情的方式来咧讲啦。小说是一块好皮，将真实的往事和虚构的理想甲结做伙，以真使人想象美丽无比，耐人寻味，美丽无比。
所以耐人寻味，互人思考再三票。耐人寻味，敢有这种讲？耐人寻味，耐人寻味，一只鸟儿读，我讲真正是一只啊，无第二句话。张龙教授想，互人亲想，所以而且来讲，暂且用阮我用感情直来论述，小说是一块好片，将真实的往事和虚构的理想结合做一伙，以互人深深来思考，美丽无底美。中文新日版会当正做册，爱感谢真侪人，提供珍贵思考的心力，参与注小者。看你过程岸边元素的小伤心和曲线，这拢是假名的对啊。以及永远的小花花过如梅，感谢春山出版社的曾水林总编辑。这个人真实的人物哦，真好啦，真实的啊。以及吴方式副主编，特别需要感谢是我的双生啊，姐姐双子当中的玉竹，就是。杨玉辉是现主是杨湘子的本名，杨玉竹，杨玉竹，杨玉辉是迄个小妹，杨玉竹是姐姐，两个共同用这个笔名做湘子，湘子当中的玉竹。这本册的一稿虽然是由我湘子当中的玉辉来译笔，实际上确实是阮两人共同的作品。伫咧停笔这个瞬间，我有所感想。这本册反射嘛会当正做阮的一块好片。2020年春天春去看，伫咧永和的徛家厝，伊一个村彼岸，可能是毋是？敢是除了要表达一个时间点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因为前几年有一本嘛是台湾人的作家伫咧日本出版的一个小说，但过迄个人敢若嘛有一寡争议，还是啥物货，所以我就讲伊即个台漫游了事，叫做啥？囝是翻译之日，正做中心点。包含进前退后3天，也就是进前3天、退后3天，含迄天含春分迄天，总共7天。所以伊上尾就是2020年春变花，因为春分是3月21嘛，所以就是咧讲3月19、19、22，不，3月18到3月24吧，对吧？18、19、22迄天。然后22、23、24，可能就是讲，伫这段时间所写的，所以最后这个好评，对吧？小说是一块好评，将真实的往事和虚构的理想，甲伊扣做伙，讲凝结哦。当然，凝结在物理上是，水淹降温的时阵，会成做水的迄种现象嘛。也毋过，这当然是。字面上甲科学上的意思，也毋过咱伫咧使用的时阵，一定是会有延伸的意思嘛，所以有可能结冻，而且结结、凝结，所以凝结当然就是照字读嘛，坚冻、坚巴、坚冰。所以小说最后，因杨湘子就讲嘛，因小妹虽讲已经过用去啦，也毋过伊透过这种方式，互因小妹搁再一次活伫这个世间啊呢，坚冻还是坚结，所以凝结，所以就是当然
中文的句法是：小说是一块琥珀，凝结真实的往事与虚构的理想。啊，台语的语法就是可能要倒变吧。小说是真实的往事和虚构的理想，甲伊建档做伙，可能是安尼吧。所以最后一句就是讲，这本册全世嘛会当真做是阮的一块好品，着实也可说是我们的一块琥珀。因为，相似啊兄弟姊妹真正有当初啊，有一种真特殊的联系也是连结安尼，着实实在是，敢是我毋知，真实，真实。所以，到目前为止是顶两礼拜吧，顶两礼拜总统我那嘛邀请杨祥志去总统府，互伊请嘛吼，请食台中的麻薏汤，或者是杨祥志早再去请总统食呢，我无确定。所以，这个小说就有人讲未来10年hoàn世，阁会使继续影响台湾，写是或者是互台湾继续互全世界来理解了解台湾人。所以实在，着实，这本册吼，伊讲要停笔的这个时阵，我有所感触。这本册，伊讲着实也可说是我们的一块琥珀。不过我感觉伫台语内底应该有一个反射的讲法吧。就敢若应该这个词，伊毋是一定会，伊有可能是一种猜想，一种药的循环。所以字面上的意思甲真实的意思是有真差的啊。所以我就讲最后一句话应该是真做，这本册反射会当真做阮的一块好品。我是安尼想。当然，这伫翻译的时阵。到底是要去互字面的意思，甲伊缩白条的，还是爱探求真正背后的意思？迄个背后到底要背到偌后啊？伊人生第一站、第二站，会使有第三站无？啊，你要甲第几站翻译出来？你要照字面翻译出来，迄有当阵啊会拄着作者伊写即个字，伊毋是真正即个意思啊，所以这嘛是翻译一个困难的所在啦。所以讲参考啦，好啦，即个小说自头到尾拄啊读足一年，顶一届头一届读是2025年7月11，啊，算7月12对。头一届是2025年7月12读的啦，所以拄啊头尾真正是一年读完。好啦，这我就讲对我来讲是咧教中文册读到台文册，读到台语安尼。坦白讲，我是已经即几年已经无想要读中文的啊。尾啊想一个办法，就是教中文册用台语读，准做是台文册安尼。啊，若无即世人到底是伫时才有才调教读到台文册比中文册较济啊，太困难了。好啦，这本小说读完啊，感谢收听，谢谢，拜拜，再会。